有菲律宾的渔工指控讲，因组织工会受到公司的打压，今仔早起嘛去劳动部抗议哦。劳动部嘛表示讲，会随来展开劳动检查。因是菲律宾籍的外籍渔工，伫台湾相关团体陪伴之下，初次早起伫劳动部头前抗议，因控诉工作科技公司有真侪项工作规定，比如住伫宿舍爱上传相片点名顶，若无照做对处罚。每一个人要上传他们的照片给他们的宿舍的管理员，如果没有在限定期间内上传，就会被记点，就会被记警告。女生只要怀孕，立即遣返。这么多明显违法的规定。The punishment must stop. The control must stop. The intimidation must stop. The illegal fees must stop. The union busting must stop. 渔工出面控诉公司除了有薪歧视，可能被遣返，也有罚钱，才会造成强迫劳动行为。过来是打压工会，要求渔工退出工会，针对工会干部不续聘就此打压。工会国员引进渔工爱交中介费，工会提出几大诉求，希望劳动部应保障劳工劳动三权。公司也爱遵守法律，停止打压工会，同时推行会员劳动服务加班费。对指控甲这个进程还未得到科技公司回应，劳动部是派人接渔工的定情书，会立即交查，就是说各地方的劳政主管机关去查明。那如果说确实查有这样一个不当的对待的行为啊，那我们也会要求立即停止，然后并做依法采取。渔工表示，这间科技公司伫欧美真侪国家拢有子公司，不过对渔工管理煞正粗暴，希望资方应重视渔工的诉求进行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